大家好啊，係我 Kenny。咁啊，今日係勞動節嘅第二日啦，咁啊5月2號，咁啊有個商場咧都可以睇下嘅。咁啊呢個商場咧叫益田街日廣場啊。咁啊佢喺呢個翠竹站嘅 B1 出口，咁啊上到平台咧就轉右邊，咁啊又唔好過馬路啊，再轉右咧行大概200米就到嘅。咁啊呢個商場都啱啱開嘅，咁樣我哋要睇下有咩特別啦。話咧，如果你上到嚟平台咧 B1 出口，咁啊係一轉你嘅右手邊，咁啊就唔好過馬路啦，咁啊向翻右邊轉，一直行就到嘅啦。咁啊呢個係翠竹站 B 出口 B1 出口啊。5號門啊！好啦，咁啊而家由翻5號門出去。係啊，惠州美